佢咧係有長壽嘅意味。咁如果屋企有長者嘅朋友咧，我都會好建議嘅。佢比較適合放喺客廳位置，去令到大家和和氣氣啦，跟住大家更加努力咁一齊去揾錢嘅。所以如果你做嘅生意係同夫妻兩公婆一齊拍住上，咁呢種植物都好適合㗎。龜背竹可以話係北歐風格入邊嘅代表植物。龜背竹嘅葉片喺佢長大之後就會開裂，有藝術感得嚟，又唔會過於複雜。佢就好似活生生嘅一個抽象畫，自己一棵就已經好吸引人哋嘅注意。除咗北歐風之外，其他行簡約風格嘅家居都可以擺放龜背竹。首先咧，佢會係一種心形葉嘅。當佢越養越大嘅時候咧，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啲葉片會開裂，最嬲尾中心嘅位置仲會開一啲窿出嚟嘅。點解龜背竹咁多人養呢？其實佢有一個特點咧，佢個耐旱性咧係比好多植物都強嘅。咁即係代表我哋可以好耐先淋一次水。佢其實係怕一個好強烈嘅直曬陽光嘅，一係就放喺室外露台有遮陰嘅地方，室內嘅窗邊位置有明亮嘅光照咧，其實養佢就會最舒服嘅。